喂，喂，喂，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过了一礼拜，咱大家搁三甲主持伫遮，请你甲你边的人讲，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感谢主，主的喜乐就是咱的力量，伊的救恩就是咱的愿望。咱会献上咱的感谢，用俄勒坚定的心来宣告咱永远得胜的君王。咱来唱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树不结果，我能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一起来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主啊，我们每天都要赞美你。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求你与我们同在。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让我们一起来唱信实的神。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直到永远。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
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世界上教我们要靠我们的双手解决问题，让我们选择不住地寻求神，回到神的殿中仰望他。这世界教我们要不断竞争，努力向上爬，但我选择领受神所赐的福，走在他恩典的道路上。这世界教我们要失去对人的信心，懂得保护自己，让我们选择依靠神，一生只为神而活，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赐下他的恩典。让我们再来宣告，用坚定的信心再唱一次信实的神。信实的生命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生命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的生命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生命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生命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生命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永不动摇。哈利路亚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咱的上帝真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其实，即马上了大学了后，嘛有耍一寡社团，就是长友会。不过，伫咧这个过程内底，会发觉讲，其实有足侪代志，无法度照着迄上帝诶真理因光来做。意思是讲，伫咧有进前，无师有讲着，若是讨好人的人，迄个人就是毋是上帝故所喜意的人。所以，安怎做一个有原则的人？安怎做一个分辨是非的人？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毋过，我感觉这条代志真是足困难的。为迄个时阵听着无数的讲道，了后到即马，其实我搁咧一直咧想，到底啥物是好的，啥物是歹的？若是伫咧上帝伫咧拄着即件代志，我到底要安怎做？安尼较会较符合咱基督徒的使命，咱基督徒的一寡原则。安尼当然就是对着圣经来做，所以就是爱读圣经啊，嘿。咱的上帝真是一个足好的上帝。阮爱将阮家己除了读圣经了后，阮爱将阮家己全部奉献上帝，因为咱所做的只是上帝国的计划中的足一丝仔的物件尔。
所以咱做的无算啥物，我上帝真选上帝顾甲伊，咱爱将阮家己奉献给上帝。咱即马来唱《此生爱你不渝》。你爱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是我的满足丰盛。主啊，我拿什么来报答？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用。我愿一生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用。我愿一生跟随到底，将你的爱全转全地。你爱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是我的满足丰盛。主啊，我拿什么来报答？唯有献上给你。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用。我愿一生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用。我愿一生跟随到底，将你的爱遍传全地。唯有此生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用。我愿一生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用。我愿一生跟随到底，将你的爱
自己，是我的满足丰盛。主啊，我拿什么来报答？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咱三间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咱感谢你，伫这个青年主日，咱献上咱的感谢，也献上家己。求你接纳咱的敬拜，听咱的祈祷，互咱的生命当中充满你祝福满满的恩典，甲属灵的智慧。也求你用你公义的正手来扶持咱，坚固咱的信心，互咱专心仰望神，毋是只倚靠家己的聪明。主啊！伫咱少年时，虽然咱会拄着困难、压力，甲想袂到的试炼，但阮知咱无伫惊，因为你的疼、你的救恩已经赢过这世界拢总的黑暗。求你亲自降临伫咱的中间，降临伫咱的家庭、教会，甲咱的生命当中。你永远是遐尼的疼咱。主啊，咱感谢你，来献上咱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免。最后，咱来唱，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咱的上帝是永远向你来听咱。咱来献上咱的感谢。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匕首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呼唤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隔绝，你宝血为我流，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能拥抱着我。耶稣，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匕首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不管哪逼迫都不叫我与你爱的主耶稣永远深爱着我们，主耶稣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匕首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不管哪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地多高，你爱多高。
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匕首，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请咱闭目心来礼拜。请走个。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也无阁有。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由上帝降落。阁听见大声为座位出讲：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伊三角徛起。伊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的确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
圣诗550首，55首。我信全能上帝，我信全能上帝永远做我天父，仁爱、阳光、官兵照装，公义治理天下，请起立因全首。请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回文，先伫哈巴谷的时代，伊看见歹人欺负正直的人，律法无公平，审判无正直。耶和华啊，我哀求你无听，要到第时啊！我因为强暴叫苦，你也无拯救。你啥事，互我看起罪恶、行恶的事？哈巴谷埋怨上帝对国家社会所发生无公平的代志，毋出声，毋出力。上帝讲：我要行一项事，虽然甲恁讲，恁也毋信。看，我要兴起残忍暴躁的国家，变行全地。你的目睭清气，不要看邪恶，也无要看行恶。惊鬼早的，你啥事定定看因啊？歹人吞白比伊较公义的，你啥时静静啊？哈巴谷奇怪圣洁的上帝，会使用无圣洁的国家去审判别人。
这是咱的客运，客运员25批，诗篇121篇，伫咧信息后壁面。我要夜目黄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趖出。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日时太阳无上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圣诗341首，上帝是我一切仰望，上帝是我一切仰望，坚固我心拢无离，带我经过乱世稳当，善良真实就是伊，只有伊用徛起，叫我深深归属伊，请坐咧因全首。善良
先知伫小金楼观看，伊已经明白人的有限，无法度完全明白上帝。只有我口对上帝较信，伫先知的理解，伊知影这5种做坏人有灾害。上帝无介意欺骗人的、骄傲的人，特别是这6种：第一，剥削别人，互家己发财的人，为家己造作不义的财的人，有灾厄。哈哈哈！昨昏阮爸啊，总算是甲伊的公司交互我啦。若讲到阮的公司吼，这超级米就是阮公司出产的。咱的米是世界第1站，台湾上侪人咧食的。啊，毋过虽然安尼，阮爸啊嘛是足袂晓趁钱的啦。伊拢讲啥物爱真材实料，互消费者上好的米。啊，无啦无啦，为今日开始。这米一半用上俗的越南米，而且讲咧介绍改翻倍，安尼反正即马大家拢咧食阮的米啊，也无啥物差，买就买，嘛是买阮的米啊。啊，重要的是外口啊，搁爱有迄 SNG 的标准啊，迄通过迄检验的标准啊，哦，印章爱甲伊刻伫上面哦，知无？啊。明仔你帮我去摕迄300万啦，去甲迄会甲阮查的人甲伊讲者，吼，叫伊莫甲阮查啦，吼，知无？啊，安尼阮先该做代志啊啦。第2点，用不义的财为家己多谋平安的人，有灾厄啊！伊无法度得到平安。哈哈哈！看到无？对我安尼做，大家拢趁大钱啦。毋过有遮侪钱，到底要怎开咧？啊无，送你两台一人一台特斯拉好啊，互你摕去耍啦。啊，搁有最近迄武汉肺炎哦，实在是有够严重的啦，出去耍拢无安全。阮等者吼，就去甲阮厝内的人，全部拢保险，哦，保迄上贵的，趁上济的，遐个钱，安尼出去耍嘛较有保障啦。好啊，就安尼阮先保险，行。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今仔日是亲人之日，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互阮亲人会当将家己献做主的器具。虽然头前的道路检测是艰难的，是崎岖的，阮的心犹原要倚靠主耶稣。尤其是现今的社会环境，互足侪人的心浮浮，看袂到摸袂清头前的道路。所有接触的代志，拢是遐尼紧，是对是毋对，嘛无法度判断。所以只有倚靠主耶稣，互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安静的心，照信心的引带，阮行伫人生的道路上，用喜乐的心跟对主耶稣的脚步，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第三点，用压迫、甲火来实现野生的人有才会啊。我是立法委员，来有啥物代志要报告？委员，最近你定要去新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有啥物问题吗？就是有3号一直紧去我，紧巴走。我搬走，我想看觅。啊，我知，我去超300万，你摕去互因，叫因搬走。安尼敢好？恁拢住伫遐几十工啊？可有啥物无好？啊，咱较早嘛拢安尼处理啊。啊，百货公司起好，因阁有头路通仔做，太无好，紧去处理。好，我去处理。知影处理了安那？嘿，安那？委员，嘿。既然是我爱搬走，要安怎？吼，摕钱搁我搬走，无要紧，我搁来想办法。安尼，搁来知影要安怎处理啊吼？就是讲委员，我感觉安尼无介好呢。咱后摆大家用到最后，拢叫乌道去敲，安尼无好。啥物乌道嘛袂讲啦，咱是叫大哥去沟通，安知无？啊，甲咱无关系咯，沟通吼，处理了就好。好。第四点，啉酒，第四点，啉酒放荡，互家己甲别人对落的有才会啊。我代志处理好势啊，迄3项拢等下第3工来搬走。真好真好，安尼今仔日啊，我就带你去甲迄百货公司的头家翕相。但是咱厝诶阁有囡仔呢，安尼我暗时应酬可能无啥方便。太无方便，咱熟悉大头家，啊趁钱对无？啊囡仔后摆看是要读册，啊是要找头路，我嘛真方便，行啊去应酬。第6点，为家己制作脑伤的人有才会啊。制作五项吼，我做甲立法委员，我相信的5项就干那3项：第一，名声；第二，权利；第三，钱啦。干这3项是真的，其他拢无效啦。请咱来做伙恭守上帝的话。哈巴谷书第3章第1节，先知哈巴谷的祈祷，用时机学老调。上帝啊，我听见你的消息就惊吓。耶和华啊，求你伫遮个年的中间，搁兴起你的所做，伫遮个年的中间显现，伫受气的时记得怜悯。上帝对提曼来，像会对巴兰山教。伊的阳光也看遮个天，伊的名声充满地，伊的灿烂亲像光，对伊的手触光线。伫遐伊的能力强大。虽然无花果树无法演，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也无收成，田园无出五谷，巢内无8只羊，巢内也无牛。我犹阁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伊予我的脚亲像鹿母，搁予我行伫我悬的所在。彼过来书12章第1节，已经有做干净的狗遐多，亲像云为咱，着要放下大河的担当，甲快快地搬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主先看耶稣，就是做神的源头，甲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忍受十字架，打坐伫上帝宝座的大边。
见证。这是我要来见证，就是伫我会考的前2天，我然后感觉真无爽快，我就去病院看医生，但是食完药了后，我的身体也犹原无爽快。到考试迄天，我的感冒也是还袂好起来，因为感冒甲紧张的缘故，互我的身体足无爽快。我就问上帝讲，为虾米我伫考试的迄天会拄着遐尼无好的代志？尤其是我伫考国文的时阵，因为冷气伤强的缘故，互我的感冒又搁严重，所以就一直哭扫，扫甲连一个字拢看袂落去。连边仔的考生甲老师也一直咧看我。互我足紧张，甲足惊吓的。我惊老师会甲我当作武汉肺炎，甲我赶出去，也是写无完题目，心中足着急的。只是我着向上帝祈祷，恳求上帝，互我的感冒会使好转。当我祈祷了后时阵，我的感冒也渐渐的好起来。互我会使完成我的考试，感谢上帝赏赐伊的恩典，互我的身体的无爽快会使渐渐的好起来，心中有平安甲平静。若毋是上帝赏赐伊的恩典，我想我无法度完成我的考试。感谢上帝，只是我要甲大家分享我迄时祈祷的圣经节，伊对我讲。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显得完全，所以我搁较欢喜看家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保护我。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所以当阮拄着惊吓甲烦恼的时阵，会使甲上帝祈祷，伊就会赏赐伊的恩典，互阮的心中有平安。这就是我的见证，多谢大家。好，大家平安。我要来甲大家分享一个上帝透过一本册来提醒我的事。伫几个月前，我咧看一本信仰的册，伊内面有一部分咧讲。若是一个人想要去天国，伊需要做啥物努力？即个主题，互我重新思考。我敢是真正有资格会当去天堂？因为圣经嘛讲，天国是努力的人才会当入去的。伫然后的即两个礼拜，我就伫咧想。做一个基督徒，我为着去天国，我敢有做啥物努力？我敢有亲像阿伯朗汉共款的信心？我敢会使亲像但你的3个朋友共款，会使为着坚持信仰，也毋惊互别人等离会中？我敢会当亲像耶稣的学生共款，就算讲会互别人批判？会互别人怪，也是甘心会当为着耶稣来做见证。我的答案拢是我做袂到。既然做袂到，我为虾米搁想讲我死了后会使看去上帝？伫得到即个答案以后，我非常的艰苦。做一个基督徒，我竟然到即马才接受到即个代志，所以。我想，上帝讲就是要透过这本册来提醒我所做的努力根本就无够，所以我开始伫圣经内面咧找答案，嘛囥伫基督的中间求上帝来帮助。伫几个礼拜前，我阁将
上头前讲的迄本册摕起来看。即个时阵，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标题，伊讲你要注意上帝。即个标题看起来无啥物，毋过我对伊足有感觉。我咧想，这敢是上帝所爱我做的第一件事。一直到即嘛，我还阁咧学习要安怎注意上帝。我嘛将迄本册放伫我的桌顶来提醒我。每一摆我看到伊，我就感觉伊是咧甲我讲，莫袂记你来追求上帝国甲伊的意。虽然到即马我所做的还是无够，但是我相信上帝慢慢的带领，互我会当有搁较大的改变。感谢上帝。讲道题目是苦难中的宣信甲祈祷，请总牧师。伫咱要做伙思考、领受上帝话之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的囝儿来到你的圣殿内，我要静静听，我要领受你的话，做阮灵魂的食物。恳求圣神帮助阮，将你的话读互阮听，互阮听会清楚，互阮心思意念会通明白，互阮的目睭得到拍开，互阮的骹有决志，实行你互阮的道路。主帮助讲的人甲听的人，拢伫你的圣神的帮助来得到扶持甲利益。阮恭敬将阮的心向你拍开，求主你对阮讲话。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的故事，叫咱的囡仔来读这段圣经，互咱有真多的体会。这段圣经是一个真严肃的圣经，但是伫咱的囡仔的见证，通过因所选读这种的方式来读圣经的时，互咱对哈巴谷有一个新的认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真正活伫咱上帝的话的内底。哈巴谷是足短的一本册，伊是先知书内底算起来算上短一本。伊只有3章，这段话多数拢毋是咧讲上帝叫我去甲啥物人讲什物种的话。这段话是一个上帝的罗卜先知。伊就是个真动乱、社会不义、国家动乱，这种的相定的冲突的中间，哈巴谷伫迄个中间有真多，伊感觉不满，伊甲上帝讲：上帝，你敢会无看伊嘛？伊只无干那讲一句讲：上帝，你敢是青梅啊？这个人伊对心中真真实对上帝讲话，但上帝用阮伊安尼讲。这段故事对咱来讲有真深的体会，就亲像咱来听到所恩今仔日的见证讲，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然后我问着我家己讲，我做了甚物？我一点仔资格都无。是伫真理的道路顶端，咱是为着义来活，但事实上咱真困难。所以今仔圣经咧讲的就是上帝接纳咱，上帝设立咱。上帝互咱进入伊的礼拜堂中间，毋是因为咱有啥物种的资格，是因为上帝听咱。我咱通过哈巴谷的伊所讲的话，以及咱伫今仔日共同的礼拜，咱会当明白，其实上帝是温存咱，通过咱的心意来问上帝讲：上帝啊，哪会安尼？我的人生哪会安尼？我的社会哪会安尼？我的国家哪是安尼？伊讲两句足严重的话，伊讲：你为何沉默？我等着你给我一个答案。这是一个真严格的话呢，兄弟姊妹，咱若斟酌啊想，人有啥物资格用这个创造画面的上帝，安尼开嘴甲伊问讲：你点点，我点点哦，
我坐伫遐咧等你，你爱好好甲我负责任，你讲互我听。但是上帝亲像老爸甲囡仔，囡仔伫伊毋捌的时，上帝允准伊用囡仔人讲的童言无忌，伫咧中间来甲上帝讨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哈巴谷的伊所拄着的情景，兄弟姊妹，其实就是咱的人生。只不过是人毋知影，咱嘛无写出来，就哈巴谷即种的伊对信仰的回应那点。但是哈巴谷伊写出来，伊竟然伊即种心内对上帝的无礼貌质疑，伊竟然搁留伫圣经的中间。伊背后的意思就是，咱的上帝是欢喜听咱的抱怨，咱的上帝是欢喜听咱讲咱心中的疑问，咱的上帝是欢喜静静听了后，然后开咱的目睭。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伫上帝的面前。咱得到伊圣神的安慰。哈巴谷对上帝伊的质疑，其实差不多几乎拢是人拢会拄着。伊问上帝讲：，迄个歹人，你敢无甲单雷讲甲讲死？啊，你敢无看到？你的目睭金金啥？你敢无看到？你敢毋是全能的上帝、至圣的上帝？你敢若看好事吗？这个上帝点点互伊讲。乃上帝伫最后，伊互伊家己找到答案，伫个疑问的中间。兄弟姊妹，咱伫人生中间有时，咱嘛会放肆，咱嘛会伫上帝的面前袂记得咱家己的身份。但是上帝包容咱，一个原因是因为伊听咱，伊允准咱伫欠缺困苦的中间，来领受伊。完全无保留伊真实的灵敏甲听谈。兄弟姊妹，愿咱读这段圣经的时，咱求圣神帮助咱。你甲看，哈巴谷安怎讲？伊讲目睭，上帝啊，你的目睭清气，啊，拢无看这个世间，这人情世事，这做歹人，这做歹的代志，歹人，你啥事安那？静静无讲话，伊替上帝做审判。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将这个谣言甲疑问该摕掉，因为哈巴谷伊最重要就是要帮助咱讲，我以前伫毋知影的中间，我所讲的话，我今仔日家己感觉见效。我质疑这个上帝为什么无互我答案？咱凭什么甲上帝讨答案？但是圣经中间，上帝真正互人答案。有真侪伫疑问谣言的中间，甚至甲上帝讲：上帝，你我一个记号。上帝真正将迄个记号，互希西家王。所以圣经所发生的代志，伫咱的人生中间，嘛有可能上帝怜悯咱的事，伊嘛会应答咱。所以哈巴谷伫伊这段3章的短短的经文的内底，伊最后慢慢发现，伊讲。我徛伫一个守望的台顶，我伫迄个所在有受气。我问上帝讲：你要安怎甲我答复？这敢毋是真侪基督徒，包括咱家己，咱伫受气毋愿的时，咱莫甲上帝讲：你爱好好甲我负责任，互我一个答复。兄弟姊妹，求天父上帝将咱的无知，将咱的放肆，甲咱摕掉。所以哈巴谷介简单，有三部曲，质疑上帝，甲上帝讲话，然后伊建立新的信心，伊伫遐宣告，对永远到永远，上帝要保守义人，最后存活的人就是义人。我的上帝要成就救恩的代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二个牧师通过这段圣经要甲咱讲的，就是伫咱的谣言，伫咱的不安的中间。上帝有讲话，你若斟酌安静的时，恁会去想到，上帝早前伫你健康、快乐、做礼拜、读圣经、安静的时，上帝捌讲起的话。所以当咱心中有情绪的时，咱若愿意安静落来，咱就会想到讲，上帝伊毋是一个无互咱答案，
伊毋是一个无做审判，伊毋是一个无看即个世间的人情世事的上帝。上帝有伊的答案，所以最后哈巴谷伊讲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义人要因为上帝的怜悯，甲上帝真话的话，伊永远活。记载伫第2章的第4节。佮第二个宣告伫第5节、第13节，上帝互哈巴谷知影这项代志。虽然暂时我老者的歹人，这不义的国王是怜悯，暂时有用稳定的存在，但是最后邪恶一定会消失甲灭亡。兄弟姊妹，愿咱深信，虽然伫咱暂时久，咱爱上帝马上互咱答案，但是上帝是有答案，但是上帝有伊的时间。上帝用阮这个世间有最的不义，是因为上帝要个怜悯人、恶盲人，伫迄个反省的中间，伊会当找到活命的道路甲真光。所以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伫咱一无所有的时，咱对哈巴谷听见上帝怜悯的声，咱伫一无所有的时，亲像哈巴谷，以信仰的宣信。信仰的宣信的意思就是讲，当我经验着、看到上帝了后，我对心中就个人讲：原来上帝嘛是伫遮。恁有熟悉这句话吗？哪个？伫伊伫旷野的中间，天顶为伊开楼梯落来，天使落来，伊醒起来，伊才讲：原来上帝嘛伫遮。当咱看见上帝的时，咱要体会到，其实一路。上帝拢无离开咱，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当伊经验着上帝时，上帝开始讲话，上帝听伊了后，上帝甲伊讲：我的乖囝，我的萝卜，你安静，即摆换我讲。你已经讲一堆啊，但即摆换我讲，你甲伊写起来。所以拄则所恩所讲迄5项，就是其中上帝互哈巴谷。伊听到话，歹人会安怎？歹人会安怎？歹人，这毋是今仔日牧师分享的圣经经文的主题，是伫咱埋怨、伫咱有情绪的时，上帝甲咱讲：我的查某囝，我的囝儿，你安静，我要对你讲话，你甲伊写起来，甲伊记起来。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伫咱的一生中间，常常有这种神圣的时刻。上帝用伊的话安静咱的情绪，上帝用伊的话改变咱的观念，上帝用伊的话重新互咱建立新的信心，看见这个荣耀的上帝，伊是掌权的上帝，伊毋是放这代志，互世间人顾在因乌爸母。这个上帝，伊暂时无审判，是因为伊对这个世间人的怜悯。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互咱常常听见上帝的话。咱来看这个哈巴谷伫今仔日咱聚会咱的青年伊无读到的几句话，记载伫第2章的中间。上帝甲哈巴谷，伊讲：这个代志毋是延迟，这个代志是有我的时间，因为最后义人要伫最动乱甲这最恶的中间，义人要见证，坚持到最后，终必得救。终必得胜，这就是圣经对旧约甲新约，伊常常咧讲的上帝掌权的事，上帝有伊安排，上帝有伊旨意，上帝有伊计划。但是人常常无爱安尼，因为人常常有一个就是马上，就亲像一个囡仔，伊若要食糖啊，伊就爱马上；伊若要有玩具，伊爱马上。上帝互咱伫老年、操练、忍耐中间。要有新的恶梦，有一个新的能力，所以最后上帝有宣告讲：世间的荣华富贵拢会骗人，迄拢是虚假。人一时久可以看到，但是最后安那，这个财富、国家的官兵拢要过去，这个拢是空的。兄弟姊妹，有一日若忽然你感觉到你的人生最后的时，你若感觉遗憾，安尼要安怎？
我一生拢无得到什么种的成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一生到最后，毋是土鬼甲埋怨。咱到一生，咱甲上帝讲：上帝，我真心感谢你，我的一生何等的幸福。恁翁嘛是安尼嘛？一礼拜开始，咱的教会查经就是咧查考上帝的话，8福。耶稣咧讲起受祝福，伊第一句话讲：有福气的人。伊所讲的第一篇的讲道是用“有福气的人”这句话最开始。这个字是一个真神圣的话，但是牧师才解说给咱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摆做礼拜的时，咱真正会当听到上帝的话。所以伫即个昨下查经的中间，就是读到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圣经其实是讲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牧师该摕来头前，毋是牧师假教，是因为圣经真正是有福了虚心的人。圣经希腊语是安尼写，咱的中文的写法甲英语的写法甲即个希腊语因的思考方式是无共款。中文的想法会先从因讲伫头前，然后结果讲伫后壁。你若先谦卑，心内颂扬的人啊，恁就要受祝福。这是一种因果的这种的思考的模式。但圣经希腊语甲西方的思考，常常毋是安尼。因将这个结论先讲伫头前，然后用这个宝贝的结论来吸引人对心内产生一种的决志甲动机。所以耶稣伫伊的话中间，伊第一篇的讲道《登山宝训》，第一个伊先讲天上的祝福，伊讲这个有福气的人，这个字叫做 Macarios， 这个字 Macarios 这个字，这个字是伫希腊的世界，就是伫新约的内底3种咧形容幸福的中间，唯一毋捌出现伫人的身上。所以，当耶稣用这个话来讲起上帝的祝福的时，伊将上帝的祝福放伫人的生命中间。伊讲：恁若照安尼，恁就要亲像恁的上帝的完全。恁会记这句话无？所以8福的结论，耶稣咧讲：恁若照安尼去做，恁就要得到一个丰盛的活命，亲像恁的天父上帝。因为天国是为着咱来享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耶稣的祝福，伊是互啥物人？当我读到古伦神父的解说，我感觉我应该邀请伊来咱中间讲道，因为伊若讲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伊一定会当安慰真侪的人。伊毋是干那解说迄个谦卑的人会受祝福，伊讲到一项，就是因为叛变的人。才需要耶稣，因为古伦神父亲身体会到，伫这个世间有真侪人，因为生命是丧凶，是欠缺，是无依靠，是什么拢无。所以因的埋怨，所以因的着急，就亲像哈巴谷。但是耶稣讲，咱的上帝是容允人伫伊的面前，将伊的焦虑，将伊的受气，将伊的犹豫，真诚实。甲上帝讲，上帝，你伫什么所在？你开无回答，你敢无看见？耶稣讲，咱的天父上帝是一个容允人。当你发出这种的伫着急的中间的嚎叫的时，上帝袂感觉你搅扰伊，上帝嘛袂感觉你侵犯伊，因为这个上帝是饶怜悯人的上帝。而且有一个更加要紧，古人神父讲一句话：每一摆咱的埋怨。每一摆咱的摇疑，每一摆咱的着急，每一摆咱的欠缺，咱对上帝大声咧叫讲：上帝啊，你敢无听到？我祈祷遮尔久啊！古伦神父讲一句真安慰我的话，伊讲：每一摆这种的祈祷，上帝拢认真听。我阁讲一摆，每一摆这种的祈祷，上帝拢认真来面对咱的祈祷。也这你相信吗？兄弟姊妹，毋免惊，
勇敢伫上帝的面前，拍开咱的心门，将咱一切艰难，咱甲主讲：主啊，怜悯我已经祈祷足久啊！有天要上帝伫今仔日帮助咱，互咱真正亲像送向人，因为耶稣有家己讲，伊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伊所引用的就是以赛亚第9章，伊讲上帝圣心高抹我，差遣我，要将福音传予送向人。真侪人无法度体会这句话，但是福音最重要，耶稣伊家己讲到第一句话，伊就讲送向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巴掌，因为天国是因的。所以其实耶稣带予世间人的祝福，毋是因为咱已经有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毋是咱已经真做一个已经进入好品格嘛四正的基督徒，毋是，是咱心中的情形的下面，咱的耶稣带来，拢是上帝对咱怜悯的帮助。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伸出咱的双手，咱甲主耶稣领受，会堪得袂堪得，咱拢伸出咱生命的手，因为这是耶稣要白白互咱的。耶稣讲：你要真做有福气的人，因为天国是恁的。所以恁来拼空，恁的心要啉清气的水，爱摕清气的杯仔来顶。心来送向的人，就会当满满得到吃饱。耶稣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或者安尼，咱读圣经就足清楚了解，对无？因为耶稣伊最要紧，就是要互送向的人变做丰富、丰盛、富足的人。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就亲像这三种的人：无能为力的人、双手空空的人，伊来礼拜堂，什么拢袂当做，心内乱糟糟，只有流目屎啼哭。有一摆，我摕一个咱教会上长礼物，送有一个第一摆来教会的人，伊毋敢领受。杨牧师，我是一个无能力的人，我无法度奉献。我什么拢袂当做，我毋敢领受这个物件。兄弟姊妹，若是你会安怎甲伊讲？这个物件送你，毋是因为你奉献，这个物件你得到，是因为上帝甲你三甲地定。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的话叫起咱，安慰咱，互咱的心内。嘛无为着咱所讲的遐埋怨的话见效自责，因为上帝其实伊袂感觉咱侵犯伊，伊要甲咱讲安静，我的囝子，我的查某囝，你安静，即摆换我讲，愿天要上帝常常对咱讲话。所以耶稣所讲即个八福，伊即个字伫希腊语叫做 Makarios。这个希腊语伫西方的世界，伫2000年来充满真多的解说，特别哲学家真爱用这个字。这个字受发现，原来伫西方的希腊的世界中间，这个字从来毋捌伫文学、毋捌伫神学的顶端来描写人类。这个字只有讲伫山顶迄个希腊女神，伊的生命内底迄个丰盛甲幸福。所以，这个 Makarios 这个字，只有形容伫天顶的神，因伫个极乐的世界，极致的完美，极致的幸福。但是，耶稣将天顶的话摕来放伫地上的人，或者你敢知影这个意思有偌大、偌深的祝福？伊的意思就是讲，我对天顶摇花，我的上帝。我的天父，我对天顶来，我带来伊交代我，要互恁的礼物。我对天顶来，要带天顶的摇花，天父上帝交代我，摕来互恁的。兄弟姊妹，愿咱真正对心来讲阿们。主伫我腰想象袂到，伫我目睭毋捌看见，
伫我从来毋捌听过人甲我祝福，即种对天而来的祝福。颂扬人，心内邀过的人，自卑感的人，冷静的人，跨路的人，受气的人，上帝要将伊的神，上帝要来到咱的生命中间。天国是因的意思，就是这个上帝就进入咱的生命中间。愿主甲你讲，你愿意吗？愿咱甲上帝讲，主啊，请你紧紧来。主啊，请你紧紧来。愿咱伫上帝的话的中间，就亲像哈巴谷。哈巴谷上帝甲伊讲：你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行这条路，你就会得到永远活。这就是上帝甲哈巴谷所讲的。义人虽然伫最最困苦，有战争，有真侪这不义，但是因若持守上帝的话到最后，因要得到上帝所赏赐，伊个名要写伫活命册顶悬，因要甲上帝同坐伫荣耀的宝座边，伫遐领受永远的活命。这是人伫苦难中间常常的期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牧师要邀请咱第二个祈祷，就是今仔日我甲恁分享的第3点。主啊，求你的天鹅降。主啊，求你的天鹅降。以赛亚伊讲，人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嘛想袂到。迄句话后来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这句话中间，以赛亚有讲一句话。伊讲：你毋敢知影有甚物种的神，是咧听候人进入伊的生命中间，看袂到、想袂到，听袂见。以赛亚讲：伫恁所想象、恁所敬拜所有这神明的中间，有一个神，伊咧听候，伊准备要裂天而降。以赛亚所讲这句话。非常的神圣，咱的上帝，伊不但通过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咱的上帝要伫咱不知不觉，伫咱了个甘着目屎的目睭，伊要来到咱中间，伫咱目屎，互咱无得看清楚的时，伊要刺激咱的目屎，伊要咱看到讲，主啊，我欢喜，你已经来啊！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将这个妖异的对话、恭敬，伫上帝的面前表明。上帝允准咱吐气，上帝允准咱对伊的疑问。上帝真有耐心，伊嘛静静听。所以啊，弟姊妹，免惊，爱祈祷。你讲我不要祈祷，毋通互不要祈祷成做你的理由。毋通互不要祈祷，成做你的主动。你心内若要想，你心内有一个上帝，你开始想，迄就是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最最的境遇甲苦境的中间，咱会记得，拄起咱生命中间会无清气，咱为着咱的社会无公义来做守望的祈祷。哈巴谷就是这种的人，伊看见伊的同胞以色列人。伊看见已经一个以色列国灭国啊！伊阁看见犹大国是最蠢的，最后的2个半支派犹大国，最后要灭亡。哈巴谷这本册写了后无偌久，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礼拜堂第一摆，互人放火烧。历史以来耶路撒冷第一摆，互巴比伦征服了后，这个礼拜堂第一摆毁坏。伊是迄个时代，但是哈巴谷。伊听见上帝的安慰、应允甲怜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严肃伫主的面前，亲像哈巴谷。哈巴谷真严肃祈祷，上帝真认真听伊的祈祷。我嘛要甲你姊妹提醒，咱爱严肃祈祷，咱的天父上帝要认真听咱的祈祷。凭什么？咱有什么资格？上帝要认真听咱祈祷，只有一个理由，
咱是伊的手所创造，伊看做宝贝的器躯。虽然伊是创造咱的活命的主，但是伊看伊所创造的每一个人，做伊的心肝宝贝。原来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神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你的荣耀的作为。求你的圣神常常感动我，当我无机会亲目看，当我无机会亲耳孔听，当我一生中间愚妄的智慧无够个明白了解你的奥妙的旨意，但是求你的圣神将迄个感动放伫我的内底，改变我的生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对这个祈祷中间，上帝一定有一个回应。上帝要讲，好，你安静，静静听，我要将我的话讲给你听。我的囝子，赶快拿起笔记本，将我甲你讲的话写起来。恁会记得牧师捌甲恁讲，恁爱有一本笔记本放伫恁门床头无？恁敢有人安尼？恁敢有人安尼？牧师甲恁讲，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Stott。伊学一个真要紧，对于信仰的前辈所学着历代以来真侪灵修的人，因拢真注重暗时梦中的感动。撒母耳，上帝出声叫伊3摆，伊袂明白，但是后来伊的老师伊理甲伊讲，上帝若阁对你讲话，你紧跪落来，甲伊讲。上帝请讲，你的奴仆静静听。John Stott伊讲的是讲，当咱伫梦中，当咱伫潜意识最软弱的时，你无搁再用你的理智来控制你的控制压制你的潜意识的时，伫迄个梦中，上帝开始对人讲话。所以你有一个习惯，你会常常做你的梦中的日记，记你的梦。这段话咧讲起，当上帝对哈巴谷讲话的时，上帝甲伊讲：“你写起来。”愿上帝丰丰富富将伊的话赏赐予咱大家，咱因为伊的话来得到智慧。伊听见这较重要，毋是听讲遐歹人会安怎死，歹人会安怎，毋是。较重要是最后第3章第1节、第4节以及17节到19节。当哈巴谷经历着上帝显现，伊对伊心中欢喜，就亲像一个足出名的音乐家，伊写一条叫做《弥赛亚》。弥赛亚规段足长的这个歌曲的中间最后一句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用迄个宣告，应该叫刘玉明来唱。上帝的话。上帝阳光来充满的时，人对心中会作主人，会真正对心中讲哈利路亚。哈巴谷就是安尼讲，伊讲上帝阳光充满我，上帝阳光充满这个宇宙的中间。愿天父上帝用伊的光充满咱，伊看见上帝的异象，伊才知影上帝伟大荣耀。伊毋是一个不管事的上帝，伊是一个真正来掌管计划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这就是哈巴谷的祈祷。伊后来交代写伫诗，用诗歌写起来。伫圣经中间有一本册叫做诗篇。诗篇第一句话，伊嘛讲：无坐歹人的位，无行歹人的道路，即号人有福气。这是咱的翻译，但是真正的翻译毋是。真正的翻译，伊是讲何等的幸福啊！无坐武万的人的位，无行歹人的道路。敬畏上帝，欢喜听信慕上帝的话，每日三思，日甲暝拢咧思考的人，因亲像树栽顶伫溪水边，即种人是福气。诗篇的第一句话，第一字。就是有福气的人，甲咱巴福共款，拢是有福气、祝福
做开始。所以，愿天父上帝亲像哈巴谷，亲像大饼，亲像耶稣的讲道，耶和华，我有听见啊，我惊吓，为什么？我为着我拄则我过去所埋怨、着急中间对你的侵犯，我说上帝，你目睭金金，你敢无看见？我讲上帝，我坐伫遮静静，我咧等你，给我一个答案。哈巴谷对心中惊吓，因为这个上帝讲话是，伊才知这个上帝是掌管的上帝，所以伊对上帝讲：上帝求你无受气，你怜悯我。主啊，愿天父上帝将你伊的话放伫恁的生命，存伊的手，将伊的能力放伫你的心。咱经验着上帝，虽然看袂到，但是伊还手的时，咱就知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因为上帝甲我三甲伫地。愿咱伫主的面前听伊的话。今仔日这条诗歌，无花果树，无뿌影，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无收成。田园无出五谷，调来无半只牛甲羊。这是一条歌，是哈巴谷的歌。后来伫绝望的中间，常常用安尼做宣告。但是这是一个序曲，序曲的意思就是说一开始，但是伊的最后结论应该就是哈利路亚颂，就是用俄罗上帝荣耀的话。所以哈巴谷最后要结束的是。伊讲：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我要因为拯救我的上帝来快乐。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亏难，伊予我坐伫关关的宝座，伊予我坐伫伊至关荣耀神圣的宝座。愿这句话加做咱的祝福。上帝予咱的生命被提高，上帝对卑微的中间抱咱，放咱伫伊的宝座前。互咱看见伊的荣耀，互咱得到伊的怜悯甲拯救。兄弟姊妹，今仔日的新约这句话，注意听。圣经所有的故事，拢为着咱来讲；圣经所有的故事，拢为着要坚固咱伫土匪中间软弱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讲，减无有侪侪的见证干净，亲像魂围伫恁的身边嘛。伊讲所听兄弟姊妹，将恁的重担摕落来，因为耶稣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头帮。因为耶稣讲，独独只有患病的人需要医生。恁会记得这话吗？放落恁的重担，褪去，阻挡你成做一个真实基督徒。遐侪遐无适当的局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圣神的帮助的中间，咱斩断所有颠簸咱、阻挡咱、压制咱、伤害咱。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互我伫你的面前来跑走你所想示我生命的道路。主啊，我帮你一切，因为耶稣有甲我讲，守护着理想好看的人，各位咧，不配进天国。兄弟姊妹，向前看，向前行，放落颠簸，跑走上帝所应允丰盛的画面。愿主将伊的话放伫恁的内底。所以古伦神父伊讲。谦卑是受祝福的开始，但是更加重要，一无所有、无能为力，这种的人，因是丧向的人，但是因伫上帝的面前，要得到怜悯甲自由。咱嘛是安尼，主要褪去咱所有的颠簸，愿咱来仰望，主神看耶稣，伊所想出咱的生命是一个尊贵的生命。我倒来到8福迄个字。Makarios 这个字，唯有天上来，只是天上配得的，意思是天堂的祝福。天国是恁的，阿们嘛。咱个主祷，主啊，我听候，主啊，我听候你，请你来。
咱同心来祈祷。兄弟，我要邀请你家己祈祷。我敢会当邀请你伸出你的双手，轻轻放伫你的双骹，伫你的膝盖顶悬。你将你的手伸出来，然后用你的心邀请圣神，邀请主耶稣，邀请这个摇花上帝裂天而降。也这伫安静的中间，你若愿意，你家己向上帝表明你的心。你讲主啊，请你怜悯我，主啊，请你来。里面的上帝，我需要你，请你来。我虽然已经相信你，但是我的信心何等的不足。主怜悯我，求你的圣神安静我的心，亲像你安静哈巴谷。求你的圣神将你的心意，互我明白。至圣的神，请你即时甲阮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最后，哈巴谷明白，上帝行旨意的时间，毋是人定的时间。上帝所做的事，是超越人所求所想的。哈巴谷用真水的语言来强调伊心中喜乐，来挖靠上帝拯救。我的上帝是真的，义人要因为伊相信上帝来得到拯救。虽然我的无法歌求，无法演，虎头树无结果子，橄榄树也无收成，产横无出脑壳，有条无有，无条嘛无无。但是，我要因为主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伊互我的脚亲像落母，佮互我行伫我悬的所在。阿门。
献。请坐平安礼请总牧师。咱来做伙来为着身体欠安的人来祈祷，咱来为着身体欠安的人，特别是最近咱所知影的几个代志郭一莲的妈妈安全兄较长期的就是张庭嫂伫台北占大兄，咱为着这个身躯欠安的人，搁有就是彩云姊妹、詹天碧老师的太太，咱求天父上帝帮赞，咱做伙来为着这个身躯欠安的人，咱做伙来祈祷。做伫阮平安通伫圣殿做礼拜的时，阮想着阮身边袂通甲阮坐做伙，倒床身躯欠安的人，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怜悯帮赞。主，阮想着最近艰苦的，就是郭玉玲的妈妈，阮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伊拄着即种的细胞的扩散，阮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帮赞。主，阮的身躯软正的时，是阮心中所无爱，但是愿天父上帝你帮赞所有伫病痛中间的人，互因得到上帝你的安慰，互因的家属最上好的陪伴。主，你照顾每一个阮心所想的这个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主，愿阮做伙讲平安的时，愿主你的平安对天赏赐互阮。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请陈汉姊妹来头前伊要去决心要手术的款
即马我来报告，汀州聚会主日礼拜出席88人，现金7160块；主日14人，现金340块；早祷会4人，祈祷会22人，家庭礼拜暂停。本周聚会、祈祷会礼拜3 8点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青少客礼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礼拜六7点半在伫教育馆2楼。圣港互赛后礼拜书会庄主主祭司，领诗圣经班书经陈慧安姊妹书献，冯娟哥甲钟宏仁祭司交代第3组爱餐暂停。新眼光读经表，请家己看。集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是青年主日，下晡青年儿童有活动，举办水世界，欢迎参加。第二，后主日举行开下的祈祷，搁颁发杨纳村植树纪念奖学金。第三，有真好的课程。我的引法我自主，有真好的经济老师的实作班。9月14到15，咱教会有优惠，欢迎报名。第4，8月份开始新的查经课程，认捌耶稣的教导的主题，对耶稣的教导重建灵魂的图像。要新查课登山部分。对马太福音5到7章，欢迎参加。要参加的人会当入去咱的查经族群，以便传资料。第5，申请杨纳村植树纪念奖学金的人，请较紧到成绩单8月26截止。第6，为生日的人代祷，奉献报告。若有问题，请找会计人员。代祷事项第1，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代祷；第2，为中华中会50周年曙光代祷；第3，为新生欠安的人代祷；第4，为教会青少年的下学课业代祷；第5，为适婚青年的婚姻代祷；第6，为姊妹教会代祷，护灵积极祷告大业。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请起立因全首，因是线请全部师做倒。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